就是你，孤单到我边，无言乱回啊，再会啊，再会啊！谢谢你们陪我到最后。你好。 接着呢，第二段，如果我会唱的朋友呢，请跟我一起唱好吗？思念是在我为谁而感留意？谢谢你们，呀，以后太舒服，凄惨。 出场话要说，经过你了就是泪，大泪全陪你。欢迎们。可怜乱回啊，再会啊，再会啊。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区长跟现场的朋友说说话啦。谢谢，不晓得今天晚上公司区公所为你们准备的节目，你们还满意吗？满意。好听吗？好听。那想不想再来一次呢？对，那鱼伯伯文化季呢，就在今天晚上呢，我即将告一段落，也非常谢谢都是乡亲们的支持啊。那我在这边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，不止今晚，我们来办跨年，好不好？区长姐姐答应你们，我们在12月31号的时候，我们在河滨公园一起办我们东市的跨年，好不好？到时候再请徐凤海来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。OK， 那他就被我定起来了哦，局长，谢谢你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的参与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也要谢谢我们东市区公所所有在努力今天晚上辛苦的同仁，谢谢都是你乡亲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局长。各位有个美好的夜晚，中秋节快乐！我心要行到位去，会唱吗？漂流万里，感到要想你。漂流万里，感到要想。 今天晚上在这里暂时告一段落，谢谢许凤涵，谢谢现场的每位朋友，谢谢我们的主办单位台中市东市区公所，谢谢现场的每位朋友，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！我是 DJ 大森，晚安，谢谢。